白沙屯妈祖的銮轿呢，早起前往云林北港朝天宫，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以及内政部长徐国勇、甲桃园市长郑文灿，拢有去到现场接驾。这个白沙妈的信众有够济，所以讲呢，庙前庙后拢有这信众真安尼捌，有够闹热。 白沙屯妈祖的轿一透早行到云林北港，上班为信徒和进香队伍，甲车路钱甲苦卒卒。白沙屯妈祖要前往北港朝天宫，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、内政部长徐国勇，还有桃园市长郑文灿，已经伫朝天宫等要迎接白沙屯妈祖。朝天宫内底外口拢充满白沙屯妈祖的信徒，蔡英文带官员做伙参香拜拜。咱会使克服即个的疫情，会使控制疫情，互全世界看到讲咱台湾人有一个意志，有一个团结。另外，大甲妈祖绕境行到中华园林，真侪信众一路拢对咧行。 有医生嘛，做伙来扛桥。当地病医为着迎接大甲妈，出动上千位医护人员。有苗栗当地家乡老师一路约大甲妈，就是为着这。一定要找到文聪笔。为什么？今年学生要统测，然后也有学生要考试，希望他们可以考试顺利通过。 中华高工的老师嘛是摕一沓学生的准考证对咧走。大家的学生的准考证哦。大甲妈行到倒，大家就对到倒。15号尾阿妈第8道，阁因为人伤济，逼出冲突。人多小客的，不过咱有妈祖拢会甲大家讲，在这个拥挤，大家一定要多加，安尼性地要放较低吼。 对大甲妈绕境，南边有真侪人，加一寡诚心，减一寡火气，做伙为平安来祈福。